娘娘醒了，娘娘醒了。冯太医，太后娘娘知道此事之后，一定会非常吃惊和震怒。等金太医过来查验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好好配合他，莫对他不敬。娘娘放心，卑职对金太医一定毕恭毕敬。照日子推算，长春宫里也该有消息传出来。可不是嘛，当日娘娘的蝴蝶可是与静妃娘娘玩得甚欢呢。姐姐，啊，妹妹见过姐姐。成了，长春宫传出的消息，果真消产了。妹妹快坐，意料中的事，不必这般兴奋。谢谢姐姐。虽说已是意料之中的事，但是妹妹还是难掩兴奋之情。妹妹已为姐姐的心思灵巧而折服。姐姐，你是如何想到用蝴蝶传毒这么一个奇招呢？主子的这个蝴蝶奇案已经是不能破解的了。当日奴婢已经按照主子的吩咐，将那几只蝴蝶秘密处理掉了。不错，这起蝴蝶案已经是一起无头公案了。本宫这么做，就是想让那个果真没有办法怀上阿哥。只要他这样子中过几次毒，流过几次产，他将永远失去做额娘的权利。唉，这个果真也甚是可怜，生性又温厚纯良，现在指不定哭成什么样了呢。果真越是生性纯良，皇上就越宠他。待哪一日，他若是为皇上生下1、2个阿哥，那他将直接威胁到本宫的地位。至于你贤妃，凭姐姐的智慧手段，我看皇后被废，定是指日可待。起来吧。谢太后娘娘。你确定静妃小产是因为中毒？回禀太后娘娘，臣可以确定。中的是何种毒？可有查明？是一种毒性极大的蛇毒，孕妇只要吸入一小点儿，就极容易导致小产。比如，在喝的水里，在吃的食物里，只要有一点点这种蛇毒，孩子便很快就没了。如此厉害！这蛇毒是从哪儿来的？这种蛇毒极难提炼，也极难寻到，但是它对治疗某些奇症难症有特效，太医院有一些，如果有路子，外面也能寻到。金太医，哀家令你先将静妃屋子里的一切用品、食物、熏香、胭脂等一切物品，都要仔仔细细的查，看能否查到你说的蛇毒。臣遵旨，臣尽快查出结果。但是对外你要说的含糊些，有可能是中了毒，也有可能是静妃自己的身子不争气，所以小产，还可能是静妃自己误食了东西。臣明白，太后娘娘不想将后宫的气氛搞得太紧张。正是。不过可以肯定，一定是某位皇妃下的手。这件事只能暗查，查到确凿证据，抓出作案之人，才能加以惩罚。皇妃都是有身份的人，这件事不可以随便问。姐姐想借这事让皇上废掉皇后，能有几分的希望啊？果真当日用的是皇后御赐的胭脂香膏，只要皇额娘敢将事情往后查下去，那索尔娜就有可能完蛋。不过，
这事情似乎有些奇怪。贤妃妹妹，我觉得这蝴蝶案似乎另有蹊跷。另有蹊跷？姐姐这话是何意？你我在果真的宫中安插了一个眼线，本宫今日等的消息也并非是果真小产，而应该是那眼线传出，那果真身体不适才对。可你刚才说那果真已然小产，着实的让本宫吃了一惊。照本宫推算，果真小产之日应该在7、8日之后，而非今日。所以这事儿另有玄妙。兴许是果真身子骨弱，提前也未尝不可。不可能，这果真身子骨一向都好，何况那日在慈宁宫，她也并没有显示出任何娇弱的模样。以果真的身子，小产只能延后，绝对不可能提前。啊，这是何意啊？哼，那日在慈宁宫，还有旁人在通过蝴蝶下毒。还有旁人？谁能有这样绝顶的聪慧，能同姐姐想到一块儿去？想利用蝴蝶传毒，倒并不需要什么绝顶的聪慧。这事儿难就难在对蝴蝶的训练和对各种毒药的了解上。要说姐姐比那人的聪慧之处，就是在于本宫用同样的香气及时召回了那几只蝴蝶，而那几个下毒之人怕是还想不到这一层呢。他的那几只蝴蝶，说不定现在还在慈宁宫里的花园里飞呢。姐姐说的如此肯定，可这证据不足以说明一切啊。姐姐可会判断有误？果真小产的日子合不上，那就错不了。我告诉你吧，当日在慈宁宫，我就觉得有些奇怪。他不会害果真，他跟果真向来较好，他对果真多一份关注也属正常。可皇后就不同了，皇后尚无子嗣，而且她一向还对那些怀有子嗣的妃嫔心存芥蒂。所以，那个下毒之人一定是皇后。姐姐分析的在理，可是妹妹一想，当日还有人在用毒蝴蝶害果真，这事儿未免也太玄妙了。我知道妹妹你一时半会儿也难以相信，不过你很快就会相信的。皇额娘心思缜密，她一定会下令让金太医去查果真是如何中毒的。沾上了剧毒的蝴蝶，在慈宁宫的后花园总会死上1、2只的。姐姐，我好想快快知道果真的孩子究竟是不是死在皇后的手里。姐姐，这么久了，孟公子都没给你来个信儿，他什么意思啊？孟公子前2天托人带信说，孟家现在破败了，他爹不可能花大价钱给我赎身。我想他是因为介意这件事，所以不敢来了。姐姐已经托人带信给他说，让他不要介意这件事。再过2年，姐姐也可以自己挣钱赎自己呀。姐姐，你对孟公子是真情真爱，你对他可真够好的。扣扣，姐姐追求的不就是真情真爱吗？孟公子没钱了，姐姐也可以挣钱养他。姐姐，可是扣扣觉得孟公子对姐姐的情啊，远远比不上姐姐对孟公子的。扣扣，别瞎说。小婉，小婉，洪公子又来看你了。哎呀，快起来迎接呀！快呀！哎，快坐，快坐。来呀！董小姐，我给了你10天时间，现在已经过去7天了。这7天我天天来戏园听戏，你还是没给我一个笑脸。这珠宝我也给你拿过来了，你也不要啊！你到底想要什么呀？哎呦，急死我了！小婉什么也不想要，小婉就想在这戏园子里好好唱戏。唱戏唱戏，我知道你想唱戏，但是你现在是我红旗的女人了，
怎么能给那些看客唱戏呢？这样，我得多心疼啊！洪公子，请自重，小婉不是洪公子的女人，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是。哎呦，洪公子，消消气，消消气啊！哎，别跟这个大小姐一般见识，这脾气大了去了。这江南的街景，就是和京城的不一样。今天本少爷要好好逛逛。啊，小强子。是啊，没错。老板，你这秤有问题呀，你再称称看。不会吧？怎么可能啊？我这秤从来不缺斤短两，不可能有问题。你是不是搞错了？哎呦，今天就是你错了。大姐，您别着急，我再给您称一下，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大姐，我错了，这明明6斤，多给您1斤。还有这呀？你看怎么样？你以为我逗你玩呢？我经常在这买肉，平时啊是买5斤，今天我买了肉回家一拎，觉得比平时沉，所以呀，这才找了秤，重新称了一下。给，这是补给你的钱。算了，大姐，这个多了算我给你的，少了你回来找我，这钱就算了啊。哎呦，这怎么行啊？公买公卖，总不能让你摊主吃亏吧？那谢谢大姐，您慢走啊，大姐。哎，好嘞，回见啊。慢走啊。哎，好。哎，您常来。好。洪公子，我真心喜欢你，真想把你娶到我家里去。你看本公子，在这怡清园花了大把大把的银子，为了谁啊？就是为了捧你抬你。你这反倒好，还说我不要脸。洪公子，小婉没有骂洪公子不要脸，小婉的唱功名气也不需要洪公子花大价钱来捧。小婉只请洪公子放尊重一点，不要为难小婉。你就是不要脸！怡清园这里从来没有像你这样霸道不要脸的人。死丫头，我撕你，你信不信？红旗，你放开扣扣！哎呦，别！你放了扣扣。小婉从来没有拿扣扣当侍女，她是小婉的妹妹。你要是敢动扣扣一根汗毛，小婉就跟你拼命！哎呦，洪公子啊，放了扣扣吧。小婉和扣扣从小就是情同姐妹，小婉可是说到做到啊。把人放了。是。小姐，没事吧，扣扣？来吃啊！少爷，小的呢，拿这酒敬您一杯。二叔，啊，来，逛了大半天啊，本少爷算是看清楚了，这江宁城啊是百业兴旺啊，秩序良好，百姓安居乐业，真是一幅富裕祥和的景象啊。好，一点不比京城差。哎呀，这是托了皇上的福啊，皇恩浩荡，才能有这种局面呐。哎，你这话说的，这个马屁拍过了。这个什么顺治皇帝啊，他远在京城，关他什么事？哎呦，大少爷呀，说话小心呐！您这话呀，可大有不敬啊！这要是抓到衙门里头，那就得好一顿打呀！打？哦，对，本少爷这话该打，该打。这话不止该打，要是让小强子听到有人说这话，杀他头去！小强子，算你狠。你是想跟我走呢，还是想拿这把剪刀跟我拼命呢？小婉自然不会跟公子回去，小婉也打不过公子那帮奴才。不过这把剪刀，小婉是进了毒的。如果公子敢抢来，恐怕抢到的只有一具尸体。董小婉，你居然为我准备了一把毒剪刀！小婉还真不是为洪公子准备的，是为那些专门想欺负小婉、占小婉便宜的人准备的。可是这把剪刀在遇到公子之前，还从来没有使用过。小婉只想让公子明白，
董小宛和公子没有关系，请公子不要再继续纠缠。没有关系。再过2天，我就把这个园子买下来，把你也买下来，你就是我的人了。小婉欠吴妈的钱，一定会一文不少的还给吴妈。但如果洪公子继续使横耍霸、纠缠不清的话，小婉就到衙门去喊冤。去衙门喊冤？你是不知道我爹就是衙门的老爷吧？啊！小婉，你去衙门喊冤，那你是吃错药了。洪公子，如果你爹不过问这件事情，那小婉就到总督府去喊冤。董小婉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我看你是红歌女，你清高，你得意，但是红也能让你发霉、发臭、发烂。到时候，我让你跪着求我，要跟红爷走。走啊！大少爷，小强子在京城里面就听您说起江南的好，那还只是隔养骚靴。如今啊，身骑临境，才发现这江南真是好的不得了，不得了。那叫隔靴搔痒，身临其境。英格尔啊，不，小强子，你说你每次用成语用的都不对，用不对吧，你还偏要用，而且最喜欢用4个字组成的成语，你说这是为何呢？回少爷，小强子特别喜欢用成语，尤其是4字的成语，是因为呢，小强子觉得汉语的成语呢，言该意简，朗朗上口，好听。言该意简，嚯，又一个成语被你糟蹋了。不过，刚才说的那个朗朗上口，这个用对了，该奖。哎，巴达，黄少爷都说了该赏，你为何喷水啊？强哥，没忍住。你，不敢了，不敢了，吃饭吃饭。强哥，哎，少爷不是，不敢。大少爷，饭后还有何打算呢？都说这江南啊，风景好，人风更好，当然要走走看看了。总舵主，属下有一件事想请舵主示下。什么事啊？属下的妹妹扣扣是怡清园红歌女董小婉的侍女。哈，这个我知道。那董小婉岂止是怡清园的红歌女啊，她还是南曲的第1人，又是江南8艳之首。如果不是本舵主曾经发过誓，只图反清复明的大业，我都想去听听她的天籁之音了。怎么，你妹妹有什么事情吗？哎，早快！哎，去看看，有人击鼓鸣冤的，去看看，那边好像出了什么事。哎，快点！哎，你看，这听着参加的还是鸣冤呢。何人击鼓鸣冤呢？大人，民女江宁怡清园歌女董小婉。哎呦，这不过是一名青楼卖唱的歌妓，居然也敢在此击鼓鸣冤，哼！大人，上古尧舜时期便立杆剑之鼓，钟鼓一响，关闭上堂。小婉从未听说敲鼓也需分出贵贱之别。是呀，就是没错，你看人是道理，怎么就不能让人告状了？好，等着。升堂。董小婉，
你状告何人呢？民女状告大人的儿子红旗。哎呦，大人这呀，这咋小小？哎，你给我轻点！你连董小宛的一半都比不上，轻点吹，轻点吹。哦，轻点。少爷，不好了，钱塘有个人正在告你呢。谁呀？董小宛。董小宛。好啊。哈哈，走，跟我去看看。董小宛，这诬告他人，可是要吃官司的。民女不曾说谎，大人的儿子红旗，天天来怡清园生事，闹得怡清园难以开张做生意。小婉所说，怡清园众多姐妹还有乐师，皆可作证。你说他去怡清园，他去怡清园干什么？那个地方肯定是坑他钱来着吧？大人的儿子红旗，逼小女为他做妾，民女不应，他便仗着大人您的名号放出话来。若小女不应，他便让怡清园再无客人敢上门。红旗还每天带着一群无赖拦在门口，若有人敢进去，便是一顿拳打脚踢。大人若不信，民女身后3人皆可为民女作证。大人，我们不过是去听曲，哪晓得莫名其妙受了一顿拳脚啊！请大人为我等伸冤呀！请大人为我等伸冤，为我等伸冤！大人，苏静，闪开！闪开！闪开！给我让开！你都闪开！让开！让！敢诬赖！敢诬赖！敢诬赖我！还敢来告状！真是没有王法！有这王法，仗势欺来人！把这个孽障给我拖出去！你以为你是谁呀？给你脸不要脸！小爷收你是看得起你，董小宛，你以后别想在江宁地界上混！你给我等着！公堂之上，竟敢如此猖狂！哼！肃静！董小宛，你且先回去，本官一定要把此事调查清楚。如果你说的是事实，本官一定替你伸张正义。谢大人，民女也记得江南总督鄂硕大人曾下令，严禁各地官员徇色舞弊、贪赃枉法。小婉相信，大人一定会秉公处理，为民女做主。若大人不为民女做主，民女将去总督府击鼓鸣冤。哦。董小宛，你姐先回去。好，退堂。原来他就是董小宛，真有骨气。少爷，您知道这个人？朕在京城早就听说过他，他可是南曲第一人。难怪不光人长得好看，声音也好听。哎，少爷，咱们去哪儿啊？怡清园。董小宛告了红旗，红旗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
千万里，何处春江无月明？江流婉转绕芳甸，月照花林皆似雪。空里流霜不知飞。江天一色无纤尘，皎皎空中古月轮。江畔何人初见月？江月何年初照人？人生代代无穷已。好，大少爷，李斯真在呢。不知江月待哥， Coco， 你回来啦！哥刚回来，马上就过来看我妹妹来了。哎，哥，那你这次能待多久？不会过2天你又走了吧？ Coco， 哥为了赚钱出去跑单帮，也顾不上照顾你。这样，等哥赚够了钱，有个安身之地了，就带你走，好不好？哥，没事儿，姐姐待我特别好，跟自己姐妹一样。我想我就跟着她了。行，这样也好。你就一直跟着董小姐吧，在董小姐身边，哥也放心。哎，Coco，你在这儿陪着董小姐，我先走了。啊，好吧，哥你慢点啊。哎，轻语，弦乐风飘处初闻。欢歌马舞临丝竹，今日君王看不足。星宫见月上心思，夜雨闻铃唱断声。天旋地转回龙驭，到此踌躇不能迟。在田园做媚娘，在庭院为连理枝。天长地久有谁记？此恨绵绵无此女子真是天仙下凡呢。朕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、这么有灵气的女子。大少爷，是不是觉得眼前一亮？岂止是眼前一亮，有谁记？此恨绵绵无绝期。此恨绵绵无绝期。是那红旗爷爷我扔的。今儿个董小宛舞的是真酸，唱的是真臭，是不是？呸！真臭啊！舞的是真酸，唱的是真臭啊！大少爷，要不要我去教训教训这帮混蛋？不，我倒要看看这个董小宛会如何应对。小婉姑娘，
我们还唱吗？唱，不能负了来听曲的客人们。乐师起乐。好啊，这小婉姑娘果然是有胆识。有人砸场子，却触目不惊，还这么继续唱，真令人钦佩。这大少爷，这就直接叫小婉姑娘了，你还不认识人家呢，就把姓儿给省了，这也太快了。二叔，我有这么叫吗？二叔作证，大少爷刚才是直接。啊！你慢点啊！还有微点啊！是非之地，走。姐姐，这里太危险，咱们先下去吧。快走吧。小强子，你带几个人接住这混蛋，好好教训教训他，让他永远都不敢再来骚扰小婉姑娘。别把人打死了，也别暴露身份。大少爷，小强子现在手痒的不行了，老子要让这帮混蛋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。大胆！二叔，看出来了吧？早就心急了。去吧。是。被我料到了吧？这个红扇，他就是这么秉公处理的。他竟敢如此纵容他的混账儿子！可惜他遇到了大少爷，这父子俩算是倒血霉了。走，去看看。对付董小婉这种烈女，他就得这样训。没错，训，对，再训2次，公子就可以骑了。你这兔崽子！对，到时候我让他往左，他就不敢往右，爷就不信收不了他。是，爷厉害。你们什么人啊？敢挡你红旗爷爷的道？我们是京城来江宁做生意的。今天我们大少爷看见你在怡清园里使横耍霸，让我们几个来教训教训你。哦，对了，就是你这混球刚才说的，训。多训2次，你这混球会变乖点。就凭你们几个还想教训爷爷？知道爷爷是什么人吗？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太岁头上动土？不知道啊，我只知道我们家少爷下令了，要打得你跪地求饶，不再犯横。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！今天我要把你们这京城来的几个混球打成肉饼，给我上！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竟然敢打我？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江宁知府的公子。你点厉害，尝尝。你真是知府老爷的公子爷？怕了吧？晚了，你们都得死，你们一个人都跑不了。我打的就是你这个公子爷！告诉你，要不是我们家大少爷有令，今天爷爷就要你狗命。黄公子，请坐。啊，不用了，谢谢。黄公子这次来是想见小婉吧？嗯，这个呀，绝对不行。
红也说了，谁也不准单独跟他见面。再说了，小婉姑娘今天的心情，她肯定也不会见任何人的。您怎么知道董姑娘不肯见我？哎，再说了，那个姓洪的，他算是个什么东西？大少爷，人家不愿意见就算了，出门的时候老太太一再叮咛，别在外面拈花惹草。你住嘴！我自有分寸。是。吴妈，今儿您就行个方便，我见到董姑娘，说2句话就走。你说多少银子，我付双倍。哎，这个呀，公子的心情我能理解。这江宁城里有多少王孙公子追他呀？可他呢，就是不领情，把人得罪了，场子也砸了。其实我看呢，黄公子是个爽快人，还有贵人相。可是啊，这董小婉马上就要嫁入这知府老爷家了，所以这事儿我可不敢惹呀。吴妈，哟，哦，宋传来了啊！宋传呐，吴妈，哟，有客人在啊？那我不打扰了。吴妈，这次来看扣扣，特意给您捎了些特产，请您相纳，不成敬意。这是干什么呀？好好好，还望日后吴妈多多照顾扣扣。哎呀，看你说的，没问题。告辞了。好，那你慢走啊。嗯。二叔，您怎么了？刚才嗓子眼痒痒，怕咳嗽冲了大少爷。你们到底是谁呀？你们家少爷是谁？告诉你，我们家少爷是个练家子，在京城开了家武馆。大少爷最讨厌你这样仗势欺人的公子哥，叫咱们见一个打一个。原来你们是京城的练家子，厉害厉害！你们厉害，你们厉害！说，还敢不敢去怡清园捣乱了？不敢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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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敢了！告诉你啊，我们要在江宁城待一段日子。我们家大少爷呢，每天都要到怡清园听戏。如果再让爷爷在怡清园看见你，见一次我就打你一次。滚！走！我走了！走我！哎呀！看看，追上了没有？没有。他们竟然敢打我红旗！红爷，你没事吧？这几个京城来的太能打了。这几个狗屁东西，和他那狗屁少爷，我要不把他头拧下来当夜壶尿，我红旗就不是人！快跑吧，红爷，一会儿追上来了！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哎呀，公子啊，您看今天戏园子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公子没能跟董小婉单独见面，实在是抱歉了，还请公子多多原谅。这样吧，明天我一定完成您的心愿，让您和董小婉单独见面，您看行不行啊？哎呦，实在是对不起了。好，我明天一定来。哎，好。儿子，啊，我看看，让阿妈看看。哎呦，我的宝贝儿子，这是谁呀？竟然对你下这么重的毒手啊！他们说是京城的练家子，来江宁做生意的。做生意的？那你提没提你是知府老爷的儿子？儿子在外面从来不提阿妈的名号。哎呀，放屁！你没提，他董小婉怎么跑到我这儿来告状来了？阿妈，我是真心喜欢董小婉的，我要娶她过门做妾的。
我问你，打你的人住哪儿？我跟我的手下都被他们打伤了，没法跟踪。哎，他那个手下说，他们少爷每天还会去怡清园听戏。我看这个狗屁少爷也看上董小宛了。阿妈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不然的话，儿子没法再相离婚了。行了，儿子。哼，敢惹到本官头上，本官我当然要抓人了。明天我就派我的人跟着你，只要他们一出现，把他们全部抓起来给你出气。小婉，再过2天，这个洪公子就要买下戏园，就要买下你了。你真跟他们要硬扛吗？五妈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你们这笔买卖，小婉是不承认的。我欠的是你的钱，跟红旗没有关系。小婉呐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这知府大人的公子，咱们惹不起。你看今天这情形，人家谁还来戏园看戏呀？你要不答应这洪公子，他就要带人砸场子、关戏园，那妈妈可就惨了。妈妈只想着自己的损失，你都不想想我们小姐的苦、小姐的恨，还帮着那个恶霸来欺负小姐。妈妈，你真狠！闭嘴，少说2句。五妈，因为小婉影响了戏园的生意，小婉心里也很难过。但红旗这件事没得商量，小婉不会答应红旗的，这事儿绝无可能。你行，你有志气，你清高，好，那你就等死吧。姐姐，不生气了啊。姐姐，你怎么了？孟公子信上说什么了吗？孟平君说他得了重病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好。他想见姐姐最后一面。姐姐别哭了。怎么了这是？孟公子要死了？五妈，你别这样说。啊，那对不起了。五妈，小婉要去江阴看孟公子。你可不能走啊！洪公子来了，见不着你，我可怎么跟他交代啊？五妈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跟我提那个红旗？哎呀，你说小婉必须要走，小婉必须尽快见到孟公子。五妈，你这个时候再拦着小姐不让走，你可就不是人了。这是天大的事儿，我也不拦你了。但是你得把这信和扣扣留下，等洪公子来了，我好跟他有个交代。那不行，我得跟着姐姐，我得照顾姐姐呢。小婉呢？你走了，妈妈承担了多大的风险呢？啊，你要是让扣扣也走，那我可不放你。干什么？还拿我当人质啊？你说的对，你还就是人质。小婉跟你那么好，你留在这怡清园，小婉啊，她就一定会回来的。扣扣，要不你留下吧，反正怡清园有马车，王师傅路也熟，姐姐会平安回来的。姐姐，扣扣得跟着你啊，扣扣还得照顾你呢。别说了，姐姐必须马上走。五妈，小婉攒的5000两银子在你那儿，麻烦你拿3000两给我。你要这么多钱干嘛呀？真想逃啊？扣扣在你手里，我能逃吗？小婉的为人你是知道的，小婉怎么能逃呢？
小婉是要3000两银子救济孟家，给孟平君看病的。你疯了吗，小婉？你凭什么要救济他们家3000两银子啊？你攒这钱容易吗？再说了，孟家对你如此的无情，你还把心窝子都掏给他们吗？你要是想帮孟公子，拿上500两足够了。听妈妈的。姐姐，吴妈这点说的对，对于那个孟公子和孟家，姐姐真的不值得这样。好了，别说了，扣扣。吴妈，这5000两银子是小婉攒的，小婉现在急用，小婉求吴妈赶快拿给我吧。好，好，好，妈妈听你的，给你拿去，啊。扣扣，赶快帮姐姐收拾行装。小婉，一路小心，尽快回来啊！哎，一路小心，快去快回啊！小姐姐。哎呦，红爷来了啊！快请坐，请坐。董小婉呢？他去江阴看那个孟平君去了，过2天就回来。来，快坐。放屁！你骗我！我怎么能骗公子呢？您看，孟平君的信。公子喝茶。他什么时候走的？哦，走了3个时辰了。马车慢，我要快马加鞭，估计有2个时辰，我就能追上他了。哎，公子，公子，你这是干嘛呀？荒郊野岭好办事儿啊！等我追上了他，我先把他给办了，再直接带回家。哎，洪公子，您可不能这样啊，哪能施暴啊？哼，报什么报？本来就是我的女人。公子，撤！撤！哎，大少爷，董小婉病了，人家不开园子了，咱回吧。病了？不行，我要进去问问他到底得了什么病，再看看那个红旗到底有没有来骚扰过他，方可放心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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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叔，有什么话快说。黄公子，这董小婉有难了。我真没想到，那个红旗公子真是坏呀！他竟然能去追董小婉，还要趁机把董小婉给办了。什么叫办了？这个不是那个黄公子啊，跑生意走江湖的，不懂什么叫办了，这就是男人把女人给……哎，别说了，吴妈，我还有事，告辞。董小姐，前面有个客栈，咱们歇一会儿，吃点东西再走吧。我这马呀也得加点料了。好，那先休息一会儿再走吧。哎，好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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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万岁爷，咱们救下董小婉之后，素不相识的，他不感到奇怪吗？偶遇，我们是跟董小婉偶遇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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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您请慢用。啊。撤！
有家客栈，还有马车。走，撤。哎呦，几位客官，里边请。是它的香味儿，少爷，是什么香味儿啊？啊，让爷朝思暮想的香味儿。哦，哎，客官，您几位是吃饭呢，还是住店呢？爷找人。啊，找人？说，刚才坐这辆马车的是不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？啊，是。滚，混蛋！董小婉，你红旗爷爷来了。嘿嘿，我知道你在里头呢，乖乖的给我出来吧！姑娘，赶紧出来！董小婉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快点出来！你别紧张，要不你先去里屋吃吧。赶紧出来吧，跟我们爷乖乖回家吧！啊！英格尔，你看，世家客栈，还有一辆马车和几匹马。皇上，会不会红旗的人就在这里啊？刘光才，你曾经见过小婉姑娘还有红旗，但他们没见过你。你先进去看看，看看他们在不在里面。啊，好。终于找着你了，果真在这儿呢。你看看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还不清楚吗？爷要娶你回家呀！就是啊，小婉姑娘，在怡清园我接你，那儿不方便，在这儿谁也不知道啊，省事儿。别过来！你要是敢乱来，我就跟你拼命！小婉，识相点啊！今儿爷是铁定了要把你带回家的，就凭你这把破剪刀，能抵什么事儿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在怡清园的时候就说过，你要是敢乱来，得到的也只是一具尸体。万岁爷，要想动董小婉，那就得抓紧了。阿达在，你现在马上去客栈门口守着，如果小婉姑娘有危险，你就打个暗号过来。是，去。这样，朕单独进去救出小婉，朕要单独送小婉去江阴。朕走了之后，英格尔在，你领几个侍卫进去，好好把他们教训一顿。是哦，点到为止，不许出人命。然后啊，你跟刘光才快马加鞭追上朕，记住，只能在朕的后面，离得远远的，不可以让朕和小婉姑娘发现你们，听明白了吗？啊！出去！董小婉，董小婉，我数到5，如果你从了红叶，跟我一块乖乖回家的话，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1、2、3、4、5，给我杀！杀！你们一帮老爷们欺负一个弱女子，算什么本事？她是我的女人，你少管闲事儿，小心我杀了你啊！哼，我这个人啊，就好管个闲事儿，打抱不平。你说这个姑娘，她是你的女人？姑娘，你是她的女人吗？你别听他胡说，他就是个混蛋，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哼，听见了吗？人家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赶紧放了他！给我杀了他！去干呀！撤！来！撤！撤！给我追！给我追！站住！
干不干？公子，还有几个追兵呢？过了前面这道弯，再过一片树林，就把他们甩了。撤！听着，从现在开始，不能再让董姑娘看见咱们了。是。公子，后面几个人被甩掉了。几个小混混，马术不精。公子，请把我放下来吧，我不习惯骑马。下来吧。小姐好矫健。我会跳舞，对我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。今天的事，多谢公子相救。不客气。刚才我正想进客栈休息，这不正好遇上那几个混蛋正在欺负小姐，就顺手帮了一把。公子还真像传说中的侠客，不过这侠客都喜欢蒙着面，不以真面目示人，是吗？再次感谢公子相助，我还有事，那我先走了。姑娘，若一会儿再遇上那帮混蛋，你该怎么办？不如这样，姑娘去哪儿，我送你。在下是不是冒昧？不是，非常感谢公子相助，只是又怕耽误公子的时间。姑娘这就有所不知了，在下是一个做小本生意的人，缺钱，但从不缺时间。公子还真是爱说笑。我和公子初次相遇，公子却这样帮忙。我是要到江阴去探望一位生病的朋友。好，我送你。快要下雨了，我们赶紧上路吧。樱头领，咱们要不要紧跟上前去啊？万万不可！皇上说了，让我们远远的跟在后面，叫我们不要暴露，咱别坏了皇上的兴致。那倒是，难得皇上有这么好的兴致啊，是吧？走。撤！姑娘，姑娘，来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多谢公子。没事就好，真的吓死我了。来，起来。是不是崴脚了？好像撑着了。来。来，让我看看。不用了。汉人女子保守的紧，不能让丈夫以外的男人看到脚。那我转过身好了。那姑娘还是自己看一下吧。
你的脚怎么样了？是有些红肿。还是我来看看。不用了。姑娘，我略懂一些医术，看完之后马上就不疼了，要不然你会很疼的。相信我。是不是好一些了？好多了，多谢公子。姑娘，刚才真的对不住，让你受惊了。公子不用多客气，今天已经麻烦公子不少了。马受伤了，不能骑了。接下来的路，如果姑娘不嫌弃，就由我来背你走吧。不用了，多谢公子。我感觉脚已经好多了，我自己应该能走。不行，你现在肯定走不了。不信啊，试试，来，起来。我说什么了？你不可能这么快就好的，还是让我背你吧。姑娘，你就先不要管那么多的礼数了，赶路要紧。来吧。来，上吧。这是我亲手做的酥糖，你尝尝。来，尝尝。好吃，甜而不腻。姑娘，此糖叫什么糖？我怎么从来没吃过？这哪有什么名字啊？不过是我随意做的，有松子儿、芝麻和炒面，还有饴糖和在一起做成的。哼，这么好吃的糖，岂能没有名字呢？既然是姑娘亲手做的，那不如就叫……在下还没有问过姑娘尊姓大名。我姓董，名白。董白？董白好。董白这个名字吧，白色为洁，寓意深远，好名字。这个名字还是先父为我取的。先父最喜欢李白的狂放不羁，只是现在很少有人这么叫我了。原来董白才是他的真名，董小宛怕是他的艺名。好啊，既然姑娘姓董，那不如就叫董糖好了。
洞堂。对了，我还没问公子贵姓呢。我姓黄，黄畅。原来是黄公子啊！牛头领，下这么大的雨，皇上不会让雨淋着吧？咱们去看看吧。恐怕不行啊，皇上又没下旨意。鹰头领，如果我们贸然前去，皇上会不会怪罪下来啊？会把咱们一个个都砍了。放心吧，咱们能找到避雨的地方，相信皇上自己也能找到。对，皇上一定能够找到。怎么会睡着了呢？姑娘，姑娘，可能是连夜赶路，你淋了雨，所以着凉了。不如这样吧，等这场雨停了，我们找个地方歇一歇。然后给姑娘驱寒，来，把衣服穿上。公子万万不可！这风雨急骤，山中寒气逼人，公子可别着凉了。来吧，穿上。我啊是习武之人，这点寒气对我不算什么。多谢黄公子。哎，这外面雨要停了，咱们赶紧赶路吧。是。怎么这么快就停了？好，我们走吧。天黑之前，我们要走出这片山林。走。来。鹰统领，这皇上为什么不骑马，还背着那个叫小婉的姑娘？是啊，真奇怪，真想不透。哼，如果你能猜透啊，你就能当皇上了。放肆！下这么大雨，皇上就在前面，万一他背着那个女人着了寒气怎么办？鹰统领，咱们要不要出现为皇上开路啊？不要。皇上没有旨意之前，咱们不能上前，不能让小婉姑娘发现咱们。是，走吧，上马，跟着皇上。好，好。公子累了吧？我没事。要不然你放我下来吧，黄公子。不用。你歇会儿。你不准。
没事吧？公子，你看前面有家农舍。行吗？行。谁呀？姑娘，大婶，我大哥晕倒了，快过来帮帮忙！来，这可怪了，刚刚明明看到皇上背着小婉姑娘在这儿路过，怎么一转眼没了？唉，看来啊，皇上今晚是打算在这里歇息了。哎，把马牵到林子里，喂点草。是。去弄点吃的啊。大婶儿，姑娘，你的脚受了伤，我给你拿点跌打药膏，擦一下就好了。哎，谢谢您，大婶儿。哎，大婶儿。哎，大婶儿啊，我大哥染了风寒，挺严重的，我想给他熬点姜汤。您家里有姜吗？哎呦，姜刚刚用完了。不过后山呐，倒种了一垄姜的，但是现在天黑路滑，不好挖的。要不明天我们去挖点回来，给他熬汤喝。不行，我现在就得去。哎呦，姑娘啊，你赶紧把那干的衣服换上，省得你也受了伤寒了啊。我没事儿，大婶儿。这样吧，我出去挖姜，麻烦您帮我照顾一下我大哥。如果方便的话，麻烦您熬点粥，等他醒了喂他喝。大姑娘，大姑娘，别怕，有我在。大姑娘，大婶儿，您是个好人，我们给您添了不少麻烦，这个您收下。哎，这个不好拿的，不可以拿的。您就别推让了，麻烦您帮我好好照顾好我大哥，真是谢谢您了。樱头领，有人出来了。小婉姑娘，这可怪了，明明皇上背着小婉姑娘走进屋子，小婉姑娘怎么独自跑出来了？樱头领，要不要去看看？切莫妄动轻举。妄动轻举。对啊。怎么还这么烫啊？黄大哥，黄大哥，你醒醒啊！樱头领，咱们还要在这儿待多久啊？唉，皇上要在这儿待多久，咱们就得在这儿待多久啊。这是你熬的粥吗？真好喝。不是，是那好心大婶熬的。你呀，先喝了这碗粥垫底，
一会儿还得喝姜汤呢。那姜汤是你做的吧？先喝了粥再说吧，姜汤还煮着呢。现在是什么时辰了？现在已经是午时了，你昨夜风寒发热晕倒了，睡到现在才醒。怎么样，好点了吗？好一点，不过要喝了你为我做的姜汤，我就会痊愈了。可不是，你喝了董姑娘半夜3更去挖的新疆做的姜汤，你的病要不快快好起来，怕是对不住董姑娘的一片深情呢。大婶儿，哎，行，我不说，我不说。来，喝吧。你脚怎么样了？我的脚本来还疼的，看你生病就不疼了，因为要照顾你，不是吗？我现在好想喝姜汤。那你再歇会儿吧，我去帮你端姜汤。好。樱头良，咱们皇上不会是要跟小婉姑娘在这待一辈子吧？那咱们可惨了。哎，你过来。胡说八道，还敢吗？不敢了，不敢了。黄大哥，吃饭了。黄大哥，好香啊，董姑娘，这些也都是你做的吗？黄大哥先坐吧。是的，是的，是你家董姑娘啊，亲自为你做的。今天厨房都不让我进，她说了，今天要全心全意的为你啊做一顿饭。大婶儿，你说这干什么呀？我不过是想给黄大哥做一顿饭吃。来，大婶儿，我帮你添点饭，粗茶淡饭的，反正都是我随意做的，也不知道合不合你口味。喝，这些都是我爱吃的菜。都爱吃，你就多吃点儿。黄大哥，吃菜。我啊，可看出来了，你黄大哥啊，不会让你做一顿饭，他呀，要让你董姑娘啊做一辈子的饭喽。大婶，你说什么呢？如果能永远吃到董姑娘做的饭，那真是我的荣幸。